港九區校際第一組田徑賽喺灣仔運動場上演，經過激烈嘅比賽之後，男女子總冠軍誕生，分別由喇沙書院同埋拔萃女書院奪得。張志豪報道。終極一戰，運動員同埋學校嘅啦啦隊都寸土必爭，現場氣氛不比大型運動會遜色。除咗運動場上同學們爭分奪秒爭取佳績之外，其實喺觀眾席上邊亦都有啦學校悉心安排口號同埋打氣字句去落力打氣㗎。拔萃男女子嘅田徑隊一向係學界田徑賽嘅大贏家，男拔更加係過往7屆男子組嘅總冠軍。但早前拔萃喺第二組別有選手因為着錯衫被取消參賽資格，間接令到喇沙喺分數上有望衝擊呢一支衛冕嘅隊伍。壓軸嘅接力賽更加成為全日嘅重頭戲，直接影響總成績。結果喇沙分別喺男子嘅4乘100米同埋4乘400米決賽都分別獲得冠軍。至於宿敵拔萃就喺2項比賽大熱倒灶，3甲不入。結果喇沙終於打破拔萃嘅壟斷局面，成功獲得男子組嘅總冠軍。學校上下都非常開心。關鍵就係我哋上年其實有啲項目 miss 咗 standard 嘅，今年我哋就至少 standard 有晒，即係睇起就每個項目都平均過之前，咁所以每人執啲就好過我哋淨係攞1、2咯。至於女子組嘅總冠軍就由拔萃女書院順利奪得。亞洲電視記者張志豪報導。